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6篇，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召句。上帝叫人来叫的人都称为被上帝呼召的人。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来跟随他，成为了所谓的选民的始祖。因此呢，以色列人就改称上帝为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，还有雅各的上帝。在新约则是提到，凡是因为相信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的继承人。但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人们则会遇到灾难，更会被上帝所遗弃惩罚。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先知这样的启示说道：以下是俄巴底亚所看见的异象，是至高的上主论以东的话。上主差遣使者到列国去，我们听见了使者所传达的信息。他说：起来吧，我们要跟以东作战。上主对以东说：我要使你在列国中衰弱，人人都藐视你。你的骄傲欺骗了你自己，你的京城是岩石造的堡垒，你的家在高山上。因此你对自己说：谁能把我拉下来？纵使你跟老鹰一样的高飞，把安置在新树之间，我仍然要把你拉下来。小偷来，盗贼晚间破门而入，他们只拿走所要的东西。当人采摘葡萄时，他们还会留下少许，但你的仇敌会把你洗劫一空。以扫的后代呀，你的财宝已经被掠夺，你的盟友欺骗了你，他们把你赶出自己的国家，跟你和平相处的人现在征服了你。跟你一起吃饭的朋友设圈套陷害你，他们讥笑你说：你的聪明在哪里呀？上主说：我惩罚以东的那一天，我要除灭他们的聪明，消除他们所有的智慧。提曼的战士将惊惶，以东的勇士将阵亡。人呢，并不是因为背离了上帝就完全的没有希望，没有了目标，就失去了永生的盼望。因为上帝是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他必要召聚失散的以色列人，使他们能够重回到上帝的怀抱，蒙恩得救。我们另外在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了约翰他所传递的启示。他在经文里这样的说道：后来我一看见了一大群人，数目难以计算，他们是从各国家、各部落、各民族、各语言来的，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，穿着白袍，手上拿着棕树枝。他们高声呼喊：救恩是从
坐在宝座上，我们的上帝和羔羊来的。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、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，他们在宝座前俯伏在地上，敬拜上帝，说：阿们。愿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全能、力量都归于我们的上帝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有一个长老问我，那些穿白袍的是谁？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回答：先生，你才知道。他对我说，这些人是经历过大灾难的，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净洁白了，因此他们侍立在上帝的宝座之前，日夜的在他圣殿当中来侍奉他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要亲自的庇护他们，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，太阳或任何炎热都不能烧灼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源。上帝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的眼泪。愿意回转向上帝的人们，就必要再一次的被上帝所招聚，并且一起的向上帝献上赞美、感恩的敬拜。上帝也要再一次的牧养他们，赐下生命的泉源，擦干他们的眼泪。诗篇26篇。上主啊，求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我行为正直，完全信靠你。上主啊，求你鉴察我，考验我，求你审查我的心思意念。你不变的爱引导我，你的信实始终带领我。我不跟虚伪的人来往，我也不跟伪善的人同伙。我厌恶跟罪人与伍，也远离邪恶的人。上主啊，我洗手表示无辜，并且绕行祭坛的周围敬拜你。我唱感恩的诗歌，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上主啊，我喜爱你居住的殿宇，我喜爱你的荣耀所栖息的地方。求你不要把我跟罪人一同消灭，求你不要使我跟凶手同归于尽。他们随时作恶，到处收受贿赂。至于我，我行为正直，求你怜悯我，拯救我。我脱离一切的危险，我要在公众的聚会中颂赞上主。感谢上帝赐下怜悯赦罪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遵行主的旨意诫命，跟随主的脚中而行，成为荣神益人主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